年10天的年假才拄啊结束，有袂少人佫开始咧规划后一个长假咯，就是清明的年假。本地是休5天，只要佫请2天的假，就会讲连续9天。咧3月甲4月，日本甲南韩的sakura当咧大开，加上团费比过年时的时阵佫较俗，至少俗3成。李行社讲，所以真侪人来问要去日本甲南韩。李行社佫讲讲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自由行的人数也是比对团的人较侪。不过以日本来讲，2线甲3线的城市航班数也未恢复到疫情进前。若是民众拢总要去1线的大城市，恐惊这个飞行机票会真歹买。伫咧樱花树脚野餐，正浪漫的区，东京一个到樱花季，就成真侪民众来。樱花点到乌水水景，3、4月韩国釜山樱花嘛开花，真侪民众已经开始规划出国佚佗。清明连休档期呢，刚好适逢日本、韩国的一个樱花季节，所以有不少的民众也打算趁着这个清明的5连休假期，安排一趟日韩的赏樱行程。那因此，我们现在评估的部分的话，是4月1号有卡所谓5连休的部分，日本的赏樱已经销售达到90%。来看6日啊，清明连假本来就5天假期，但是4月初6、初7休假等于请2天，休9天，互民众愈想要出国，介绍嘛真惹人注意。这次日韩赏樱的价格，相较于农历春节的部分的话，那大概有优惠3成左右。来看日本九州5天4暝过年含清明旅游团费，3间旅行社拢属超过1万。韩国商旅同款5天4暝过年含清明旅游团费比起来，优惠网属7000，可乐嘛属22300，团费俗，不过业者讲民众较爱自由行。一般的旅客不太敢说尽量的一个做群聚的动作，所以尽量都会有自由行的趋势会比较多。主要是2线城市都还没有全面开放，所以在这段期间的话，1线城市相对的也比较热门许多。清明连假想要伫咧日本、韩国自由行，游客都要先做好功课，确保机票买袂到，行程总路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